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金光时节目。今天节目时间里，先来介绍收听徐云之、华英、沙大来唱的上篇台词三线，倾听的女三位。大八公，我是个上街吃的，不来春香路大房听了。姨娘娘一出门来跑后门，所以我当然手大房听了没得问题了。那么这个人光4个字第二吃都用不离别头了。离我头上向我个下来了，白水第我第4句诗了还天生第二日吃，一起一飞白。今日父亲节，6笔多2岁，我儿媳妇，你老婆他个？对啊，他到像25岁的没对了还，少了要当我2个儿子啊，起飞2佛，就是鬼他后来不用上，我呸！你为何要趁2位公子起飞而佛？什么道理？这个兵太太实际上最好是起飞而佛。嘿，你老结婚是4个天上下面最好起飞2佛。起飞不是鬼特后了，不用让个多特后嘛，那最好。你的太太就范围了，叫飞车应好事，临归为悲亡，后日生非佛，以永福山。那他一听啊，你这个4句嘛一眼不错，一样没事介绍伤得太好，也伤他的性命。飞车应啊是临归为悲亡，有一种调啊叫彩调，这个彩调的毛皮是笔落正好了，挑度。宋帝宗老是个人像地里向做高飞车，被地车啊第个落头，这个高飞车才姑娘真飞车一样，被要用车吊身上像个马可以地车地落头，那么夜里的马不是要伤出里的命，为呀贵，要在地里用自然地贵背个啊。你家事啊，也是贵别干嘛也伤他一点命。这样么子甚至非么么的恶意恶意了不会伤的。你第2年当这个老人不用让，蛮不用让，说来是吃么一饭吃给你细条单位还吃了啊。那么这不是甚至非么么恶意了，不会得伤他的性命。都2位是呀，但是到头来的很。看这东西呀，你他家是养2个儿子个宝子，那么不得了，这点高档容易来是啊，要都吃到40几皮，拿点高档3把五，马地3把五，那么后分你养2个多头儿子来的很呢，但是看这东西啊，但是非不利用。那他一听得对个呀。我在新女儿子到这个非不利用啊，看这东西啊，现在是伯伯预备他枪毙过去了。哦哟，别兄弟遇到里，这张实体是为讲的了哈，谁不里逼他，为错的背了，2个头头几高浪下小孩4个字，斗水尽水。大理都2高的中山用，这个你总是还记得吧？可否口人开讲？2位公子肩膀上水细说，斗水尽水4字。分明当2位公子那是尽水之辈，问他什么有个？哦哟，
我不是看啊，看不出啊，当你到肩高上画个花涌上来了。原来当你到中山，我变到老中山了呢。我哎，太太，两位公子基本上先试试啊，都是真心，唯有当他们真心。兵太太来做一个道理，哦，那个道理倒多了。什么道理？道公之难，地公之言，井中之风，水中之灵，趁两位公子麒麟凤凰，最好都没了，还不错啊。趁我两个儿子麒麟凤凰是压水当这个王，不容易的，不晓得牛是中山来呀。来他是啊，弄得了无里头来。现在是预备他枪毙狗去了。我有点热了，你哇，也不理逼他。娘娘一看那么为俺们一张车队照，到头胸口的小孩4个字嘞。宝宝，你可曾看见？两位公子兄弟细说，说半送女此事，分明当他们两个猜的，问他什么的理？奴才呀，是唯有要趁两位公子猜吧。这个我哪种嘛？也遇到你了呀，讲啊，闹！哎呦，娘娘想不能不理刚才，倘若再不理闹出来事情，在屁股吃不成工作啊，还在啥道理？啊，婆婆，你在小娃儿这个干奴才，一配枪毙，今日定要将他知道。他如不答，家族之中的童儿都要不服宗旨。以至于理，对，今朝一定要听你吃三碗。假使不可理呀，相府里向童儿都要不过个。你做别个童儿过错事体，请你吃三碗，你都要说管什么的？还是一个第三个错事请你吃三碗。童儿我知人的面孔与谁了不可啊？但你吃三碗也不不听，今朝一定要看。那么来套啊，你也看不看我的弄门手，我再么搞不得看。你为啥你讲对对了？我太太，娘娘在此讲哦。娘娘在想不落药，非也推了我身上去。是今日要将你从容得到，不将你得到，将府中童儿不赦，下次别个童儿也不不中的呀，又要吃三碗。也总要请太夫人开恩呀！不要抵抗我那是应酬。对个了，他不说得吃三碗为应酬了。丞相，太太，去家法呗，将我知道。这个呢？哎呀！丞相在那旁边一看龙江在，这桩事体才是我弄出来的。我马上第吃都抢进来的，想不得吃屁股的。可是方才进来的辰光，我怕胸部关，真正龙江我硬帮你3分了，那么可以帮你忙在。我有个好办法了你，太太。这是我的在高法堂去弄高法呗。哟，太意思嘞！侬自高法被拿在里向，当时侬还要拿出去。所以我们再叫领点拿来拿去嘛，太容易发给。我看起来不才干吧？我来拿个话案，领在高法堂，进来中国爸爸，总来了开克里等他到那个啊哈。对的没对一颗苗头不对。我一来到后面也很，
方才打你特定，假使我答应你好的，那么你们临时个偶尔出去，高把大马不回去个，送到你10万里为5万里不要紧，讲你放心。那么你丞相们总在忽悠里向不想对个圈子，为进来告诉我，他开个的呀，我看啊本看见，我按看本看，这下我也摸到也看见，把小丑加法呗，将红薯代替加法呗，就是了。那他不今朝离的啦，不让我当完。可是你说法，这个一想为分哎，王师的内规让我拿门书来看哟，再让我睡里向，让我在里向去是你个小门书，不想想点点个，像跑回人啊跑他两处老得子，所以忙着里向，进来的门书，门书呀，真正一点点拿书门不来的哟。丞相叫4米来寻个门书嘛，谁不沉睡，谁没当个？他晓得不里寻了人嘛，寻到鱼头一盖，抬起头来看见个窗开了嘿，告诉那个窗了叫好无窗，好无窗那样子的呢，往外头这样推出去的，推出去这么两旁边了，有2个苍树，屋头头是去苍来的，这苍树嘛sehr强玲珑。就拿这个样么子吧，所以得是一张凳子爬上去，拿苍树的来拿来，人留下来嘛，凳子放一放哈，忙着老师，是吧？门书里最忙着地浪向斗起嘛，啪噼啪，还是头脱着了啥？头是不头，实在个苍树轻飘不够。丞相多么多到松树的多起了，方柱上啪抬起来，围下去2头杀人们叫踢他，也怕踢他。当人一看嘛，哦哟，金光得起啊！这个怕鬼子啊！根本你不要装洋呀，哎呦，哪里装枪的？哦呀，太太，这件东西打在小人身上。要我的大师的呀！他就是来，他不看也不看的呀，人看自己么还在。也给我让哭了吃海个样么子，当了身上我个当打头。丞相你让出来我弄啥么子口里？老他一看嘛，哦哟，我老他忙得起来，还是那种小伙子好不晓啊？对丞相看看好，你拿这样一个小门书从苍书，丞相，他，去丫头，我大手到来。那他不也去呀？丞相讲个妹妹哈，现在等等嘞，我不得多哎，我的哪可以等太太呢？不要，平常你这太太呼吸里多，闭关的。东乡妹子啊，做啥？跟我来。啥让我去啊？哎呀，你来呢？哎，我里领到中门跟水来，把你拿个大门手刚进去。哎呀，你要西瓜在大门手刚进去做啥家？为是啊，他不去了，去等等你。去等等你呀？太乖。来呀，我来呢。拿个大门手刚了几高上几高啥的呀？我的小家里边人不啥起那个中门上对呀对大门手。几高上再讲来呀！哎呦嘿，马说嘞！哎呦嘿，哎呦嘞！哎呦嘿，马说嘞！这个讲古代人啊，咋了啊？讲到房天浪向，哦啷啊啷，2块半起头个噻，啥么是2块半？摩西个方舟2块半接水头个噻。当人一看，哦哟，来他不让走西不来看这晓得，老里我头还举个大门手起来。哦呀，太太这件东西打在小人身上，也打一个手鞭鞭呀，当肉鞭子的哇！老他一看，哦哟，那是他摇的，哈，
对丞相看看你来等我。哦，写么写的错意，读么读的稀奇，没哈呀，不能差那个，要差少年么不当不我当，差丞相，差说这个人啊里，丞相。嘿，夫人，你去穿红色代替假发白将我哎，这大。书。当然得了，他看了，他不啊，那么你冒眼药冒到这石灰缸里向去的了，嘿嘿，你抄丞相的上去，丞相没关心我，你抄子丞相是看你不得了了哈。你当个心机我送了去了，你公里我不说得我吃三文。家里看不到，要拿米皮吧，我再拿根灯出来看我。灯吃三碗屁股吃得来这个戏呀！丞相在罗达去拿呢，在房间里向，在房里向拿一块紫带的被子，干嘛是老个都正还为些开里了包了啷个？不是，是不是丞相啊？睡个火正好。你唔少坐在那房里向，空下来嘛，睡睡花做帮子。这块被子啊，和那比波的我叫国水水。拿这个块被子忙着老师围出来嘛，带来他们的。啊，太太，就不被在此。哎，被要抄丞相，这块被子看不真好。将他得到恩师，根本那来他不会再看几几个呢，用不着会再有什么的，看13集，上了看13不看14，有点理解。谁个谁了是13倍，所以看13集。可是倘有车子背的头子可以高上去高，崔相拿这个块被子追过来嘛，袋里一看，哎呦，啥子？屁股翘得来不得去，真吃3碗，厉害！今朝么靠得来送，哎，为此你也满面当不好了。你骗我，你当我说你是当不好，我真那是这样子你当不好了。今朝你也满面的不良计，生活不能搭搭。所以崔相这些人光面孔变得，哪样变法？你嘛是眼睛大，面孔必背，要紧要会，谁这样看不来谁个？看来不纯粹的了。崔相没聪明，一张水木头忙着房子上啵举下去，另外一张脚低一低去。赶快被子举起来，忙正上头一句话要这样看下去。那得当不会要看面对在，丞相不是我啥不是到你地方来看我了啊？对把手来对起来一口嘛，哎呀！哦，这一接么接得里不得了，一看丞相的态度不对，但我负心，啥眉毛是了眼睛的。这一块被子自带的呀，你修来早进宫吃不消，你非要来当一炮，有的像修了浪费人工啊！一些像是当个酒啥一个大神女这个修来在，连个城里都像恶人，他个在不知道不理呢，头上过落头，看一句说理说到个一句说到闲话出来。哎呦，去看天地良心呐！用这个老套不动呀，我个丞相看的呀，说叫说天地良心呢，当然是天地良心有道理的呀。我为子你到给他来做东儿，真正我谁为你吃个种空的。
你为要是俺个看过那块纸在被子个修下来不真天地良心，老他也弄不明白哈。你们不懂，旁边少了还一个人懂呢。啥人呢？张水英答应个表妹子。哦，还上天地良心。不过高些辰光，娘娘对阵吹响一毛，我心里憋个一条。啥的？可以吹响面孔必备，水里像弄块纸袋被子了，又看下去。我紧张了，中间讲推推阿哥个头，娘来吃上两句屁股嘛。哦，过着等那给他带地做用心饭都给，还是做起之宝。想不到吹响我12块被子啊！阿公曾经当我说些，吹响这里非得要乱停了来个。12一口子吹响，根本当然不停了。高下这样才是高的。这块被子拉开下去，我刚口里看个方向，那是五张眼眼里向，别一起下去了，可是要看我的。真正看我之的是我妹妹说不过去，根本娘娃在来孩子里，去向妹到。像被子真要想看下去，不难看一上么，当然不感动啊！被子忙着我的一场，两个水大一个包子，回家看么得一些谁大。哦哟，好喜呀！幸亏的表妹还是不如继续下来的，对妹妹看看一个来得也条条的是吧？哪个道理出来嘛？也是呢，恭喜是话，还是也是呢，对妹子看看，人两倍米粒要紧的呀。这个数了就数到手举起当把和我相府里吃屁股啊！太行吧？娘娘口听上，阿哥在妻子头上对我骂，因人如见我太平，面孔长得凶凶红。嘿，为子呢要弄我这姑娘，我得自家实枪是啊，当里中张用，现在呢里头行着着，娘娘想么不想，两把眼睛盯了子阿哥，一揉了两口。这桩事体的分享的一点话。
要忘记他。万一我没晓得阿公的脾气啊，今朝一顿商务一吃，一定会打手段。但是你打手段，我呢，我要娘个哈拉手段，我总归要到屋里去的呀。远远就到手段去帮队是阿哥，阿哥别冒冤我噶。说起来，妹妹啊，在地自高人哟，你拿这个拉手，弄我看这个种强烈叫，搿么哪办法呢？有些辰光别看吧，就像被子啊拿拉手里向，脑袋个桩事体弄家那里的呀，这的内里呀。这样到哪里去？吴太太曾经给我一张纸团，这张纸团呢是外国进贡得来，阿公经理想到得来的。叫我记得收回去，听别兄我有副诗没过瘾，但是这个我分记得起。为啥不记得起呢？因为你阿哥我有副过瘾呢，也500两银子，俺特里半两不是生意经。这是500两银子记得起是，我那个为要趁你高兴得来。现在机会来噻，让我来探视个情，家里怕我过瘾。倘若你肯我过瘾的，那么屁股不吃；不肯我过瘾，啪啪啪啪吃屁股。哪是看吃屁股，在手里绑着你倘若冒用我还是个。说起来我当你太人乖，现在我过瘾，你自个不肯，可是吃屁股你不能怨我个了。是啊，但是回过头来对葡萄汤看看嘛，哎呀，龙家子，今朝个手捧炒子起来的，方才抽的吃啥我才是我抽出来的，过些辰光个手捧拿落来发子，哼，都是娘娘你哦，都追才女哦。况且葡萄他个脾气在哪里水涨之中，觉得老他有点水水水的。我拿个桩事体，这是我家事。现在这时候呢，葡萄他也当你，我没来看人，一面东西在哗啦里身上想起，不关我啥事体。啊，婆婆，现在。小婆婆一年之间，花开树门。今日里为什么要恶狠狠将我知道？你绑着个出来了呀！啊，说龙家是农村老来的，再说我要当理，我不要当理我来说出来。哎呀，现在是哪里话来？本着我不将他知道，都是丽江的相府中动而不失，下次别个动儿也不中的。个人不去想做哈，呀婆婆，像我这个归农人。这动儿话主人的密码玉水，但是他对听我的人哈。呀，你对一上大不容易啊！我对听哈，我晓得你好个，其实哈。弄
的主见，哎，这不是命他发我一副孤人。哦，我的哈将功所瑞，我的不哈两岁举法，问他可心有非？哦，你们是干事，我到别里话里来说你好，你在是哪里话呢？啊，这副孤人不要他灭我。哦，我也想请你家别兄当不后灭我的。娘娘想我反当的是，除了让我来往去随时当不后呀。当不后也听见个，当不后那里吃屁股，想想真欧手了啊！我也他灭我。不吧，像我爱的对亲，也胜过奴家别兄10倍。你们就是个嘞，说得你好起来，这个拖到天上个好的了啊！说你10倍胜过别兄10倍是个话不相信的。估计家你是他行，干嘛还在多一日嘛，不是少一日，好个。结果你这样是家里发我一副孤人，到现在居然让我想他到不肯我呢。一个比起他刚个去刚不刚，我人又吃上我个，是啦。我来门山里去，我哎，太太，二娘娘在此查定，是。令你把我一副孤人，我的哈将功所在，我的不好两腿举法，你可心有非？这个对表妹看看，各种么来都混，你太公摘包啊！这个把我一整孤人的毛肚肚。我找一副孤人银子起码好要500两，今年来请我48句的就2半都不来个。那么我到公司的话，我今又把我孤人个剥切3万啊，数了这个数到送去700两个好帮你晓得，那是我为啥打高子了？昨天我背帮你的了书房里说笑话啊，到别人来请我把孤人的当刺猬兄。可以别人的，这些我要500两，可是不来是俺一点点不来。那么两好帮你说起来，都别这个叫做弄门数，当你个屁股好了，你就看我。哦哟，这这帮我肯退啊，这俺不干净。心有吃3万，孤人不我的。要想说出来，我心有吃3万一口，哎呀，这孤人人啊！你居然老总强调打出是个吹嘎子啊！拿块纸袋杯子，我昨天说我不看我孤人，真有吃3万不离开，不你去想看到我想啥有的不人有，哎，我们当然来太太那个袋，我公司答应，真有把我孤人，让你看不着太太那个袋。我立志起来啊，我可以服我了，我为了第2天火挖下他服我。丁太太，小人心有发话不应。好的，心有把我不应好的，去向是不用大量。是。最下没设法，哪位认得来？要经历起来，一本正经请你吃3碗龙豆，我就分开了哟。高子在打得来得个理哟。最在房间里向拿块被子毛枕台浪向一放，围出来么立了来他旁边。我哎，起来是当你太太。哦哟，帮那个方主局这个心目的没通呀，立起来。立起来了可以，花脚也挺好的。你今日把我孤人，是几日灭我？不然问我几日后我可以推脱。并太太，我孤人
要继续王道就是我最书房粮食，最寂寞哟。我的孤雁放在雨林雨给，那他一听不错啊，我孤雁要给你交个给王的姐姐，我这么抽一了我不也喝固定药，既然要吃烧，我出来个孤雁领你呀，那他也想答应的。娘娘一听，哎哟，爹兄啊，你厉害个。这个特身之计哎，然后用几出玩，我是没晓得你想挖脚头不肯我，哦，也该是你教得来。那么做现在门门呢，抽烟喝啦，哎哟，今朝忘记他吃个手吃子6块肉，可是不来是关，搞不他今日门呢，我不安喝啦，哎哟，今朝忘记他喝个药，身上想哦喂得急，但是还在。抽一摊我不太抽也不知太大几日，要我们今朝宝宝，你在棉花孤雁不用计修设计，修饰不是双饰，但不是精神棉花的汉物。两面听听谁对不怎么样？也对吧？好个样子。后人听得我不想继续忘的，就是今日一口一面我孤雁。这个对妹妹哥哥耍个漏手的哈，对要比那个我胃口一定要强活。是，这些人到虚南中去灭我孤雁。这他一听也对了呀。一到书房里想起我啊，没好也想答应的。娘娘山又不来一个，你到书房里想起我的一抬头怪，来门来嘛，一些些嘛，哦哟，读书要么一个书子来，个女生要么背书在，没书在，个书背是背得不得了，我们不空呀，哎呀，抬头的，说娘来抬头，今在客厅主角，看得给他房厅旁边有2个。一个东手戏，一个西手戏。西手戏里向吉人地位，经济所样样在于，随在西手戏里去我吧。宝宝，棉花孤雁，不要在书房之中。书房之中与2位公子肃然不听。但不是随在西手戏中吉人地位，口喊。对呀，我后人听得娘娘在此讲，可是你的西手戏中去棉花孤雁，吉人地位书房中与2位公子吹气，肃然不听。是，那是弄我必然之当上，干嘛要我呢？找我？干嘛是我孤雁？他打不高兴，那么我说我一整对对不上，我都不好2倍句法不来管。就我吧，没办法想的。干嘛还是弄一个字？打西手戏里想起我，可是我真不高兴。我当八户有一个脾气的，就是得了手嘴。别人请我来喝的我美女咋我30咋人没咋，别呀半夜的刚刚实实，个喝起来的我怕来的哈，我一个字闷我打不灵。那么现在我一个字打洗手洗去啊，不心想啥的，我不高兴。那么呢，我提来他商量，还有啥差一个我的。等了我隔壁嘛默默嘛想帮我说想，但你刚刚实实，怎么个副孤雁的儿子吧？那么差我的嘛想啥人呢？这还是趋向，这还让他差趋向嘛？那么我为何不熟？当不好写隔壁去呀，出名叫当儿子。李作现在等那个隔壁默默说想嘛，我打得很气象，你要当
你按当上叫水水那个老米米，这个丁太太，乡人到首席中灭亡无言，一个人欲要设想，欲要谋门，非去十度，恐一时光来不及，可能给亲太太上一位姐姐，谁小人办着，谋门设想，其人也尽。哎，不错，你给我遇到你啊！今这里一股子我孤影，也没身心设想，我没为何孤影？我他是相信观音菩萨的，可是我的观音菩萨的像，我晓得观音娘娘了，如果水里背要人之阴阳，要心血来热啊，少然后了奇迹我在啊。要和我想，那么你人之阴阳一手摸，伏羲龙鳞阵，我想府里像个老太让奇迹我和我想，但是我一定要去当一个德的啊。那么大致受在龙女了，高知云头了，那么等了云头里拍开云雾，那看个我。那么要活到阿母样，我好什么地精眼睛里向我焦么让地精去嘛？守在龙女打观音娘娘一头来，那个佛观音让拍一拍嘛，已经是得个在，个佛观音就灵个子了。昨天到我们的家老观音娘娘嘛，大致守在龙女高子云头拍开云不让看地精，也都要高兴。昨天我到我还观音娘娘哭了的身体来不及我在门叫我吧，观音娘娘不要东西噶，是的，弄个空楼的20了至少杀他弄个空楼的啊！哈，你们叫我门叫来着，门叫观音娘娘昨天不空的不让火气着呢，对，这要不灵吧？对，差一个屋的么啥人呢？对，春香看看，夏香茫茫，冬香归归，不灵的。我里头还是富裕年纪轻嘛，啊，要19岁忘记脑子个样，忘记他鬼呀一些的嘛，拍浪汤，你说么耽误的？我个桩事体非差春香不可，李河当中懂的。我太太于是把火气火回来，我没火了他啊，来做决。我在岗位里，秋香我懂的。我查理来的哪家？我的查是秋香吧？秋香是，你今日对我之来，与我一同到西首西中，随他办事。谋门设想，其人也尽。是。当八红一听心火屁，啥子开来？晓得了，可是我把秋香是夫妻的缘分来了。我想说这个炒秋香了，他就炒秋香的没好啊，那是要办个事情。大家里活当中发大动，我差得里落落无章，面孔必备那么这个水。秋香弟弟，哇哎，哥哥，与我一同到首席中去，灭瓦孤人，随我办职，谋没设想，其人也进啊！是，我有一根针进来，你是个奇人的吧？阿弥陀佛，他做高子了，你为西大首席，拿到西首席里向一看，哦，谁说他个人的嘞？见其是哦，见做其做是做做，那么这个见做大个其做啊，看得出个，这人光才个人体验的，哎，见做来的低。啥子一个几座呢？与几盘了，他也看得出个。这个诗作啊，提个合作，
后忙之间看一样的分当的了，也细看了现在。这么我什么一发袋子？这么当不好啊！你也受了什么一发袋子了？李日老真在是有点轻不的事情啊，他我这个本子也不水呀，差得就像落入无章的了呀。也本身跟在首席里下面介绍你弄错一发袋子，这真是给你搁这诗作里向去一揉，你当做做着，叫么大家等老过好。两招水门了，诗作上一上，打一个嘎子啊！就像来蒙差得你落路上，你说下问我个事情来，我去，我来摸啥么子啊？摸的啥？那么我还是你来问我啥讲？那个催我的笨的了，这样他我弄得来，这样当找到的来，差得你溜溜啊！所以让老登啊，崔下你心里想进在龙江子，来滔滔背也吵我。哎，你今在吵子本人没喊我。你今在他子我们我没晓得，这副不用我不人工的在。我晓得你个脾气的，但是首先里了，你非要收心我来面皮，说起来你放在也看我俺看着，那得你为人个呀？所以崔相心里我是得来，一番不答应，一番不拒，美腾腾，忙正首先里向浪过来。介绍科技之类了，我自家会得把你弄到狐狸也会得。侪是你娘娘，一做师娘一做主，穿得吃啥活还是你个主意，预算来探人还是你个主意。哎，别个我不懂，方才我看得清清爽爽，里头两高头，一个住了地上，你娘娘走了浪，两高头没来没去，你对我看，我对你忙。哎呦，按得我说个，你是当不好。阿为的真个当不好噶，你
想嘛，哎呀，吹想啊！那个中义律才是多做他的。今朝嘛，我真蒙了太太之命的首席里，默默设想，几人也真，各种义律去做的啥子哟？才是都想他，理是当不好啊哈，不是当不好啊哈，不关我啥个事情，快点各种义律不能哈做啊！我是蘑菇大雁是鱼，在脑追呀！那么照首席理想，当然要妙话不应啊！